各位，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。颱風克格比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190公里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8公里，移近廣東西部沿岸。大老山一度錄得最高陣風達到時速171公里。克格比喺未來幾小時咧係會最接近香港嘅，就喺香港以南地區大約200公里地區就掠過嘅。咁而到聽朝嘅時間咧，就會喺廣東西部地區登陸㗎。咁亦都按照而家呢個預測路徑咧，相信呢個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，整晚咧都會仍然生效嘅。颱風之下，航空交通大受影響。國泰同港龍今晚9點跌至聽朝早8點前抵港同離港嘅班機全部取消。國泰同港龍設立熱線俾乘客查詢，電話分別係27471888、31933888。何文文呢，依家就喺機場㗎，係啦，多唔多乘客滯留呢？但入夜之後咧，係多咗旅客滯留嘅，因為受停飛影響嘅唔少都係啲外國嘅旅客，佢哋帶住大包細包嘅行李嚟到機場呢，先發覺飛唔到，咁有啲都幾無奈，咁就話未必會揾酒店，可能喺機場求其過一晚嘢就算。咁而受影響嘅航班亦都係多咗㗎，由下晝嘅40幾班到而家係增加到90幾班，當中82班係停飛，有12班係要延遲。我喺呢度嘅報道暫時係咁多，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晒。而九巴大部分路線已經喺夜晚8點半開始停止服務啦。除咗 K12、K16、K17、K18、S1、S64 呢6條路線之外，其餘路線都已經停駛。城巴、新巴所有過海路線已經喺夜晚8點停駛。機場同迪士尼路線，除咗 S1 之外，同深圳灣路線 B3 同埋 B3A 亦都已經喺8點暫停服務。另外2間巴士公司呢一啲路線亦都已經喺較早前開出咗尾班車㗎啦。港鐵宣布維持列車服務，3條主要市區路線維持5分鐘一班，東鐵線來往羅湖5至6分鐘一班，來往落馬洲12分鐘一班，西鐵線6分鐘一班，馬鞍山同埋將軍澳線5分鐘一班。另外有3條線嘅班次係10至12分鐘一班。輕鐵就維持7至20分鐘一班。澳門亦都喺夜晚嘅7點15分係改掛8號風球，4條大橋都已經封閉，而喺港澳碼頭6點開始已經停航，有旅客趕唔到尾班船滯留喺碼頭㗎。下一節嘅新聞提要喺9點48分。